點樣影響啲內地嘅汽車股呢？根據彭博2月12號嘅報導呢，就話啲內地嘅車行受到指引，就叫佢哋而家唔可以將個車嘅銷售價係低於佢哋嘅成本價。成本係包括啲咩呢？佢哋俾咗個例子呢，就係成本包括車廠本身嘅支出啦、行政嘅服務啦、財務同埋銷售嘅開支啊。但係佢話呢啲只係例子啫，唔止係呢啲，佢話包括好多其他嘅，即係全部啲費用都要包括為入邊嗰個車嘅所謂叫成本價啦。咁而家規定咧，你計咗出嚟個成本價咧，你賣車唔可以低過呢個價錢。點解佢哋要咁做咧？其實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話，而家啲車嘅價錢賣得咁低，低過成本價嘅話咧，啲車廠咧其實咧就要求佢上游嘅供應鏈嗰啲公司咧就要減價，咁啊影響咗成條供應鏈生產嘅利潤噶啦。第二咧，佢哋話而家嗰啲車廠咧就將嗰個供應商嗰啲費用咧就延遲俾錢啲供應商，所以佢哋話咁樣做係唔啱嘅，影響經濟太大啦。咁我就有兩點大家去諗一諗啦。第一，咁如果啲嘅價錢第日實行咗嘅話，個車嘅價錢第日會升高翻噶啦，咁啲消費者又有冇能力繼續買車呢？第二，點樣影響啲內地嘅汽車股呢？大家喺討論區發表下，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大家好，我係詹教授。